多謝大家選用西門子嘅電器，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返西門子無線 AI 智感4點烤肉針嘅用法同保養注意事項。西門子無線 AI 智感4點測溫烤肉針連接到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後，可以支援多種烹調模式，包括烤焗、煎焗、燒焗、純蒸及慢煮。用家可以將肉針插入食物最厚嘅部位，之後設定一個理想嘅肉心溫度。係焗緊嘅同時，肉針持續偵測肉心溫度。當到達設定溫度後，會提醒用家。配合埋指定嘅焗爐，仲可以做到溫度即停。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裏面提供超過100個嘅智能食譜俾用家揀，咁喺屋企都做到專業餐廳嘅菜式啦。肉針嘅溫度測量範圍由攝氏0度至攝氏100度，係無遮蓋物嘅情況下使用嘅距離係50米以內。肉針係可以放洗碗機度清洗。充電座支援 USB Type-C 充電，充滿電大約8小時，可提供最多16小時嘅運作。肉針係唔同嘅運作狀態都會顯示唔同顏色嘅燈作為提示，用家做連接之前可以先參考一下以下嘅圖表。係連接之前，我哋需要先下載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。註冊一個賬戶，登入賬戶後將你嘅智能裝置、手機或者平板電腦連接至 WiFi 網絡，最後開啟埋智能裝置、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嘅藍牙功能，就可以準備做連接架啦。依家可以開始做連接，打開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之後，將肉針喺充電座上面拎出嚟，喺 Home Connect 程式度撳新增電器。根據程式嘅指示撳繼續就得，之後就會去到搜尋電器嘅頁面。呢個時候我哋選擇下面嘅透過 QR Code 做連接。撳咗透過 QR Code 做連接之後， Home Connect 程式會打開你智能裝置上嘅相機功能，用相機去掃描說明書上嘅 QR Code， 就會出現連接方法，之後再撳繼續。依家 Home Connect 程式開始連接肉針，可能會需要你輸入你用緊嘅 WiFi 密碼，最後連接成功就會出現連接成功畫面。撳繼續之後，主畫面就會見到控制肉針功能嘅方格。撳一下個方格就會入去肉針功能嘅主畫面，呢度亦可以睇到肉針同埋充電座嘅電量狀況。我哋拉落去，選擇控制就會見到各種肉類嘅選擇。揀好烹調嘅肉類之後，向下拉就可以揀選你需要嘅生熟程度。我哋亦可以直接設定一個想要嘅肉心溫度。選擇咗一個想要嘅肉心溫度之後，撳開始，肉針就會開始運作。最後我哋將肉針插入去肉類最厚嘅位置，就可以開始烹調架啦。肉針可以對應連接咗 Home Connect 嘅指定焗爐，實現溫度即停。當肉針偵測到焗緊嘅食物已經到達設定嘅設定溫度，焗爐就會即時停止烹調，同時亦會喺智能裝置上面即時通知用家，菜式經已煮好啦。最後同大家分享返一啲保養同埋需要注意嘅事項。使用肉針嘅時候，最少插入嘅深度為65毫米。亦即係依家橙色線嘅位置。肉針嘅使用距離係無遮蓋物嘅情況下為50米以內。請使用軟海綿去清潔肉針，亦可以放入洗碗機清洗。肉針唔可以用係微波爐或者高壓煲。要用肉針嘅時候，充電座要靠近肉針，咁就可以確保到最好嘅連接效果啦。最後，再次多謝大家選用西門子嘅電器。